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6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一寡真要紧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要来讨论的，就是这字爱。明日是风台天，但是我爱上班。写这字爱，敢有道理？敢有影才爱上班？也是不得已爱上班？这字要不要的要？伫咱台湾闽南语，到底是毋是会使读作爱？刷落来，一篇文章内底，无可能拢无否定词，但是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否定词有真侪字，咱拢袂晓写。今日咱就要针对这个否定词，要来讲清楚、说分明。也未讲主题进前，咱先来讨论这三字。这三字到底安怎读？小张捌听过否定词，嘛捌听过否定词。其实应该爱读作否定词才对，但是规支影片小张拢读作否定词，可能是我记了毋对伊。这字否本调是第二调，转调之后应该爱读作第一调才对。伫这个所在，先甲大家会一个实例，歹势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讨论一个字的甲骨文。伫上顶悬这个部分画一个日头，伫下骹这个部分画一个女人，一双手伫双边边啊，这个手你嘛会使讲是鸟，所以这个字将日、将女、将双手，这字什么字？这个字就是鸟的甲骨文。先来讲将日、将女这个部分，楷书体就写作安尼，音就读作按。诗经内底有一句话：以按父母。这字按是啥物意思？说文解字内底写安也，甲这字安有关系的词，拢是好的意思，包括安静、安宁、安心、平安、安全、安乐、安逸。所以讲这字按会使讲是有好无歹。这字按将日将女，确实是一个真好的字。伫集文内底有一个更较好的讲法：日出清明也。小张若是用一个真直观的看法，就是咧讲一个女人真温柔、真温暖，亲像日出共款，互人希望。像即款的女性，大家拢爱，但是敢若爱有啥物路用？一定都爱行动，一定都爱有动作。双手就是即个时阵在用的，不管你是要共抱来，要共摸来，还是要共卷来，甚至要用绕，要共抓来，拢是来。所以这个字并按、来、切，读作爱。这个音甲爱情的爱共音。咱即马有两个字拢读作爱。第一字咱拄则已经讲甲真详细、真清楚啊。第二个字免解说，你嘛了解。咱即马就来试看卖咧，安怎写才算是正常、有道理的台语文？明日是风台天，但是我爱上班，就爱写这字爱。要坐火车，爱先买车票，嘛是用这字爱。日头已经落山，车就爱开较慢咧，嘛是用这字爱。你若是写这字爱，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根本就无道理嘛。搁来强调一遍，这字爱是上古音。真好理加在，保留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。一开始咱捌讲过，这个字有追求所爱的意思。除了这个意思以外，敢也阁有别个意思？当然嘛有。咱拄则讲真济，甲安有关系的词，每一个词拢是正面的，拢是好的，拢是咱生活当中真要紧的感觉，嘛是咱人生追求的目标。所以这个字嘛有必须甲需要的意思。这字爱伫甲骨文内底有另外一种的写法，双手插伫人身躯的中段，人身躯的中段就是腰，另外一个读音就读作腰。这字腰大部分的用法，大家拢清楚嘛了解。今日小张要来分享一个较特殊的用法，八斗腰的腰就写这字腰，无大紧。伫上古文献内底，就是用这字，敢有影？咱甲看落就知。各位拢知，敢若用喙讲，无摕文献互你看，
毋是我小张做人的态度。咱即摆就来读一篇《论语》内底的一个段落。子路问圣人：子曰：若纵武仲之地，公畜之不欲，变宗主之勇，连求之业，闻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圣人矣。曰：进之圣人者，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为受命。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圣人矣。有看到无？故要就写伫即个所在。这要安怎解说？咱来看专家安怎解说。故要就是长期贫穷，长期贫穷用咱台湾闽南语，就爱讲长期散食。即个长期散食，就是长期食袂饱，食袂饱就会腹肚枵，腹肚枵的枵，就是写即个字伫上古文献内底。各位若有搁较好的讲法，也是搁较早的文献，欢迎分享伫留言区内底，咱大家会使来讨论。即摆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。即个字的上古音会使读作枵，嘛会使读作爱。即摆大部分的人拢甲读作枵，爱即个音保留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。小张，你是安怎无代无志要讲即字爱？即字爱无讲袂使，因为实在太要紧咧。咱即摆来讲一个新的主题，相信各位甲小张共款，拢有共款的经验。台语文安怎写都写袂顺，原因就是有一寡结，咱爱甲透开。这个结若甲透开了后，咱的台语文才写会通顺。小张，你讲的结是啥物结？小张讲的就是否定词。一篇文章内底若无否定词，这篇文章一定写袂顺。有道理，但是你敢会晓透？你敢透会开？小张尽力以为，今日就要来试看觅咧。会晓写即个否定词，敢有啥物好处？当然啦，这就亲像练武功的人打通任督二脉共款意思。任督二脉一个通，未输猛虎下山，未输内休天时，未输飞龙在天，马上功力大增。敢有影安尼？真诶，听小张慢慢说来。妈，暗顿我无伫厝里食哦，我有约会。哈？约会？你是要甲黄俊雄大师约会呢？毋是啦，莫胡白乱讲啦。即字莫安怎写？咱要来讨论。仁诶，搁一杯互你。袂啊啦，明仔载爱上班呢，袂使搁啉啊。你拄则讲袂，即摆甲我讲袂，你这个人则歹斗阵。两个音，一个无爱，一个袂，这两个音咱拢要来讨论。好啊啦，袂使搁啉啊啦，等下爱开车呢。你甲恁爸装痟诶，你敢袂晓叫恁某来甲你载？理由遐济，袂甲袂两个音，两个写法，咱今日嘛要来讨论。要来讲否定词进前，咱爱先来讨论否定字。伫古文内底，即几字拢真接出现。这是啥物人整理的？毋是我哦，这是咱的好朋友 Brian 先生所整理的。感谢 Brian 先生。咱即摆来讲第一字，即个字有三个读音，咱来讲第一个。不仁、不忠、不孝，咱拢读作不。这是读册音，应该安怎读就安怎读，无啥物好讨论呢。第二个音安怎读？大人冤枉哦，人毋是我杀的，这个时阵就读作甲爱斗起来，就读作卖。第三个音安怎读？小张，咱30年的老朋友啊，无计较遐济，这个时阵就爱读作无，无甲爱斗起来，就读作无爱。读册音咱甲收起来，无需要搁讨论啊。这个卖的音，敢若会使斗这个字，斗别字拢袂通。敢安尼？这字咧，这字读作佛，所以这个字嘛无需要搁讨论啊。咱即摆也搁有6字，但是这6字内底
有4字爱淘汰掉。安怎讲？因为这4字伫先秦两汉的文献内底，甲爱拢无斗做伙，所以咱袂使用。否定字剩3字，这3字咱甲分作2组。第一组无甲木甲爱斗做伙，读作无爱；第二组无甲爱斗做伙，读作无爱。3个否定词的写法，咱已经讲完啊。其中第2个否定词有2种的写法，会使写无，嘛会使写木，拢会使。倒边这3个否定词，咱已经讲完啊。刷落来，咱来讲袂甲袂2个音，2个写法。其中这字袂伫别个节目内底嘛有讨论，校长表示尊重，并无批评的意思。拜托，莫甲校长误会。要来讲袂进前，爱先来讲这字考，可以的考，但是这字考上高音就爱读作 A。这个讲法，请参考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3集，伫影片甲留言区内底拢有真详细的解说。这2字应该安怎读？咱先来讲后壁这字，这个字会使读作第2调。嘛会使读作第3调，第2调对应的就是虎，第3调对应的就是霸，所以这个字会使读作赛，嘛会使读作赛。翻头来讲第1字，这个字的本调是第1调，转调了后就是第7调，第7调对应的就是唱，所以这2字有2种读法，声调哪参像是唱虎。唱霸，会使，就是安尼读法。头前若搁加一字无甲 A 斗起来，就是袂。这3个字就会使读作袂使，唱虎的声调，嘛会使读作袂使，唱霸的声调。所以咱即马就了解，袂这个真接用的否定词，就应该写这2字。刷落来，咱要来讨论这2个词。这2个词同款伫台语黑白讲第23集内底有讨论过。第1个就读作会晓，第2个就读作袂晓。奇怪，校长，我亲像捌听过有人讲袂晓，这个袂到底安怎写？若要知影这个袂安怎写，咱就爱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读作会。这个字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3个音，第1个音有写一字体，表示教育部知影这个字应该毋是正字，所以咱就无要讨论啊。第3个音咱较少用到，咱直接来讨论第2个音。这个音读作会，咱来用无甲会甲斗做伙，就读作袂。用这2字敢妥当？咱来查文献就知。伫先秦两汉的范围内，咱甲查袂这2字出来的结果有53摆，安尼咱就知影讲这2字是正版的。这个写法咱就会使摕来用。咱即马就知影讲无甲会这2字斗做伙，就会使读作袂。这3字安怎读？这3字就爱读作袂晓。但是这个写法敢有妥当？校长无确定。因为这3字查无文献，所以这3字会使用也是袂使用，各位看官会使家己决定。伫这个所在，校长爱讲互清楚。咱来讲结论。第1，这个字有2个上高音，会使读作枵，嘛会使读作爱。其中这个爱保留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真难能可贵。第2，毋是的毋甲爱斗起来。就爱读作卖。第3，无爱甲无爱，这2个读法拢是无爱。第4，无甲爱斗起来就是无爱。第5，袂使，这个袂就是写作安尼。第6，袂晓，这个袂就是写作安尼。这集校长讲甲老长，咱甲台语内底较接用的否定词拢讲过一遍，
但是校长能力有限，若是有讲了无好势、重大不足的所在，麻烦大家斗相共。你若是有啥物搁较好的想法、甲意见，拢会使甲校长留言，免客气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